谢主，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诚如刚刚的介绍，很感谢今天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服侍的地方是长老教会的历史档案馆，这个是转会所属的研究跟典藏的机构。位置在哪里呢？在神学院的里面，在新楼医院的旁边，专会事务所的旁边。我钱比较多，跟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在一起我们有去做一些踏查，去看汤德章的纪念的公园一起分享几次的经验。我的母会是龙田教会，龙田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坐火车可以到那龙田就是那个耶和华救活妈妈的教会我们信怡姐在这边她做的祠在那个地方。我爸爸在那边牧会所以专会在安排的时候呢，就特别请夏牧师来当我的督导。一方面他那时候是传道部的部员，可以直接的督导；一方面夏牧师是历史的专家，刚好双管齐下，可以督导我这样子。所以很感谢大家的接纳。所以今天呢，没有人是局外人，今天我们都是上帝的家的里面的一份子，都是一起带着希望的心情。主日就是庆典，阿们。每个主日就是来充电，就是来经验上帝的同在，经验上帝的爱，并且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活在爱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亲爱的上帝，在复活主日的早上，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敬拜你。主，你至真、至高、至大，你的爱遍满全地。主，你的话也安慰、造就、劝勉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美善的上帝，让我们知道无论生活境遇如何，你都是我们的高台，你都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主，愿圣灵亲自对每一个人说话，让每一个人同得圣灵的扶持，鼓励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最近的疫情有比较好了，对不对？比较和缓，看你们都没有戴口罩我是有戴啦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东西你可能要用到年底要用一阵子。那台湾有比较好了你们有去预购3倍券了吗？都不敢说那你们有没有去报复性的旅游？不敢说不要报复性啦要有智慧的消费有智慧的来运用这些的资源，不要让消费主义冲昏了头。我们消费，我们生活，我们依然要像圣经讲的，做什么事情都像为主做的一样。在生活上要有见证，消费要有智慧，各样的事情要能够明辨是非。但是台湾的疫情比较好了，但是全世界不这么回事全世界还有超过1000万的人已经得了这个病超过50万的人因为这个病来去世。所以台湾是很安全的地方台湾是世界的强国，医疗的强国，你在这里你很安全。所以各界都很期盼的解封，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要加个看嘛正常的生活，稳定的日子。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活真的有所谓的太平的时间吗？你的生活真的都是稳定的生活吗？都是一个太平盛世吗？或者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新的混乱，希腊文说 chaos 混乱，或者是一个每天都要重新的调整。讲其实生活的困境很多呢，不要想别的什么你从你家里要来教会，热得半死，对不对？生活的困境很多呢，每一天眼睛打开，你就会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深信经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天空飞，我们的信仰也不是礼拜天只有来这边，上帝也不是只有礼拜天的11点到12点半上班，然后就没事。我们的生活的关键就是你能不能用信心的眼光来踏出第一步，知道他是一位好的上帝，是一位美的上帝，美善的上帝。希伯来文说 ，tov， 上帝是 tov， 是好的，不是豆腐
Ki Tov 很好。上帝看他所造的世界是好的，是美好的。上帝所赏赐给你的生命是美好的，神是美好的。请你跟旁边的人说，上帝是美好的。对，就像今天的周报，你打开来看今天的金句哈，我也没有特别挑哈，教会挑了这一节。来，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读华语的哈。来，一起来。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再一次，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上帝是一位美善的上帝，是一位有怜悯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很多事情没有上帝的允许不会发生，上帝的心意本是好的。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故事可能你很熟了哈，可能从主日学听到现在哈，或是你没有听过也大概有一点印象。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亚伯拉罕，经过风风雨雨哈，很多事情他前面经过了搬家，经过了战争，经过家庭的茶壶里的风暴，他为了要得到一个孩子，太太不能生育，他就找他的婢女生育，结果有了一个孩子，却造成家庭的失和，很多的事情，好不容易他安顿下来，然后他老来得子100岁，上帝真的给他应许的孩子，好像一切都上了轨道。但是圣经说，这些事情之后，这些事以后，就是在讲一个新的转折要开始了。上帝为了考验他，或者是要强化他的信心，让他能够去经历到上帝是一个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上帝。所以亚伯拉罕，上帝就叫亚伯拉罕要把他的儿子献上当作燔祭，就是要用刀杀死，然后再把它献在祭坛上面，用火来烧。所以圣经很细腻的去刻画亚伯拉罕一路上的内心的世界，描写他的纠结，他的内心的这种挣扎。当他举起刀子要刺下去的时候，上帝阻止他。上帝说：“等一下，我已经看见你敬畏的心，已经看见你没有把所爱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最后呢，又预备了公羊来代替献祭。所以这个创世纪的故事，你们读了都没有感觉吗？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儿子有没有可爱？现在3岁2个月不够追了啦。你其实你家的比较可爱因为所有的爸爸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可爱我的儿子这个上个礼拜在练圣歌队本来那个谱还拿反了还把它拿倒过来。这么可爱的孩子上帝的话也在跟我在 fighting。这个经文是普世经课表最近预备的经文在讲亚伯拉罕的故事，讲以撒的故事。我也试图要用很多的想法要去把它合理化，比如说，他这个以撒会不会忽然间就变成一只山羊？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这么可爱的孩子，上帝怎么会如此残忍呢？好不容易让亚伯拉罕生了一个真正所爱的，又是正统的血脉的儿子以撒爱到心里面，100岁才得到这个儿子，怎么上帝要把他收回去呢？而且上帝不是憎恨这些异教的人用这个人来献祭的陋习吗？上帝怎么还用这个方法在挑战亚伯拉罕呢？然后又有人在问，那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如果以撒就这么死了，上帝的应许不就落空了吗？上帝不就说话不算话吗？更奇怪的是，亚伯拉罕怎么一点反抗都没有，就这样子踏上了这一条艰辛的旅途。在隔壁他走了3天，内心非常痛苦，内心天人交战。他心中想的就是说，要与他爱的儿子要分开，而且还是用亲手结束他的生命。
哇，这个真的是情何以堪哦！上帝怎么会这样子？上帝不是慈爱的上帝吗？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充满了很多的矛盾跟挣扎。你去想，这个就跟我们每天的生活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上帝的心意，或者我们只有在理性上、在头脑里面去认知上帝这一回事，只有信在这里，没有信在心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困境的时候、困顿的时候、混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对上帝失去信心。至于说，上帝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在一起？上帝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祷告？或是我们还在期待平顺的生活，都不要遇到任何事情最好。平安我们以为是都不要遇到任何的困难。各位弟兄姐妹，在罪恶堕落的世界，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10之8九。从创世纪第2章，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这个罪恶的价值观进到了世界，就没有平安的一天了，就没有平顺的一天了。或者我们有时候信心起起伏伏，好像以前的亚伯拉罕一样，对上帝的话拖拖拉拉，讨价还价，害怕会失去。所以当环境不太顺心的时候，我们就会退缩，或者质疑上帝有没有同在。所以人常常会遇见这种世俗的宗教心理。我们看见最近那个妈祖在绕境，对不对？传统的宗教的心理就是说是一种交换式的，敬拜你，你给我好处，然后我就敬拜你。这个是一种交换式的心态，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你给神敬拜，然后那个神给你好处，这个不是真的信仰，这个是消费，这个是消费性的宗教。我们一般人以为说获得好处、获得祝福、闪避祸患，验的神，这个是消费性的宗教。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亚伯拉罕，上帝认为时间到了，要考验他，要提升他的信心，让他可以承担使万民得到福气的这样的使命。所以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像，跟我们左右的人都很像。他不是马上就变成信心之父的。你去看圣经21章前面，他不敢承认他的太太是他的太太，说那是我的妹妹。遇到了挑战之一，他就退缩。但是他不是马上就变成信心伟人，他的起点在回应上帝说：“我在这里。”弟兄姐妹，请你跟旁边的人说：“我在这里。”对上帝说：“我在这里，差遣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并且他在过程当中来经验上帝。我们有时候都对一些事情都只看结果，我们不看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经验，很多的体会。上帝与你同在，上帝帮助他，上帝的爱帮助他，所以他的信心其实展现在2个层面。我们在理解信心的时候，在理解 faith 的时候，我们可以从2个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的信心是上帝的信实，弟兄姐妹跟我说，上帝的信实，上帝是说话算话的上帝，上帝不会变来变去，上帝是今天说对你说是从今时直到永远，上帝是可以信靠的上帝。有一首歌说：“我知怎么样，谁掌管明天。”我们知道上帝是可以依靠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他不会变来变去的上帝。就好像你在抱小孩的时候，小孩的重量都压在你的身上，那个父母就是可以信赖的兄弟，好像好你渴的啦你靠山山会倒，靠海会枯干。但是神是信实的上帝。有一首诗歌也在讲信实的兄弟，对不对？台语的诗歌，上帝是 faithful 的上帝。
另一方面的信心展现在人的信靠。弟兄姐妹，请跟我说信靠。信靠就是 faithfulness， 就是你真的相信上帝是可以靠的，你也全然的把你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这个展现在祷告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各位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哦。我们有时候大事也不祷告，觉得这个太困难了，上帝不会解决了。大事也不祷告，我们小事也不祷告，觉得这个太简单了，不用上帝出手啊。所以大事也不祷告，小事也不祷告，也不信靠。那我们请问，我们什么时候要祷告？信靠跟信实加起来就是信心。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行动里面，有圣经翻译说，他是毫无恐惧的敬畏上帝 ，fearlessly fear God。他被上帝的爱充满，让他能够没有恐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畏他。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敬畏上帝？你会不会怕上帝？你也怕上帝啊？还是各位天不怕地不怕？哦，敬畏上帝，包括尊敬，包括爱。所以在爱的里面就有信心，在信心里面就有爱，在爱的里面没有惧怕，在神的爱的里面就有信心，一样在信心的里面就被上帝的爱充满。上帝的爱护佑亚伯拉罕，让他不会害怕失去最爱的以撒，让他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爱，远超过对于以撒的爱跟失去的恐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如果去看原文哈，那个雅卫，一般以色列人他们不会读雅卫，因为他们要尊敬上帝的名字，他们不会直接称呼雅卫。他们会称呼阿多奈，阿多奈就是上主，我的主人阿多奈。那这个以瑞呢，其实更贴切的翻译就是看见。阿多奈以瑞，耶和华看见，上帝看见，他自然会预备。上帝不会坐在那边都没有事情，上帝看见了，他自然会预备。上帝看见了，他自然会插手，他早就已经超前部署。他的爱已经胜过这一切，他早就已经比我们所看的还要更远。各位弟兄姐妹，阿多奈以瑞，上帝看见，上帝看见你，看见我，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看见你的内心，看见我们的灵魂的深处，他看见了，他自然会为你预备。所以，上帝用这个公羊代替以撒来献祭，他是在预表上帝为世人预备耶稣作为一个赎罪祭。所以圣经的安排有时候很有趣哈，在这个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山上，差不多就是几千年之后，所罗门王建圣殿的地方大概就在那里，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都在那一个附近。上帝早就超过千年之外，他看见。他预备，上帝看见你跟我都在罪的当中在打滚，在苦难当中起起落落，他让耶稣来帮助我们，亲自参与苦难，来拯救我们。上帝没有让以撒做祭品，但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不要忘记哦，这个是上帝他撕裂自己的痛苦，圣父有圣子有圣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都把他的孩子给你了，他就一定爱你到底。就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我们很熟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回过头来看，一开始我们所讲的，你要怎么样有信心的秘诀呢？就是抓住耶稣，拥有耶稣就是拥有上帝的爱。在爱的里面就有信心。那要怎么样体会这个爱呢？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活在团队的里面，活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里面，活在上帝圣经的真理的里面。真理让你得自由，得到爱，在爱的里面就有信心，在信心的建造里面，你的爱心会成为一个泉源。所以拥有耶稣，
相信上帝十字架的爱，就让你可以全然相信上帝是美好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看看前面的十字架，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看，对不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很复杂，我们的信仰不是很困难的道理。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保罗讲的，十字架的值的这个表示上帝爱我们，我们回应上帝的爱。横向的这个就是弟兄姐妹的爱，彼此相爱。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世人看不见耶稣，但是他们看见你跟我。他们在小组里面，在教会的敬拜的里面，在你的生活的见证里面，去看上帝的爱的展现。这样的道理并没有很复杂，它是你每一天都可以实践的。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挑战，有时候超乎常理啊！我刚刚讲这个圣经也在对我讲话，我都在想说，如果上帝对我说这段经文，我要怎么回应他？不要忘记，你如果想类似的举动，有时候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出现。圣经的叙事，它是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子的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哎，你这个棒棒糖很好吃哦，你给爸爸吃一口好不好？”我都会对我儿子这样讲，看他心情哈。有时候他会说好啊，会分享；有时候他说不要哈。当我们在对孩子讲说你把心爱的东西给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要他把东西拿过来，我们也不是真的要吃他的棒棒糖哦，要测试他你是不是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嬷有更深厚的爱。我们不会真的把东西拿走，我们可能还会用更多好的东西给他，我们可能在逗他。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不只是在跟你逗弄，也不只是在测试。是要透过考验、透过测试、透过试验、透过试炼，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在试炼当中，用爱帮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所以罗马书第8章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现在的事，无论是将来的事，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用马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马上就变成信心的伟人。重点不是从结果去学他的行为，从他的心思的里面去明白上帝是好的，并且愿意在过程当中让上帝的来带领，一步一步来建立信心。像希伯来书第6章讲，你们要离开道理的初学，就是说你信耶稣，你要起步骤。你不要只停留在简单的初信的状况，你要开始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一种十字架的道路。安霍华讲的，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一个人来死。十字架的道路是困难的道路，是充满挑战的道路，但是上帝的爱超越这一切，让你知道上帝有看见，上帝有预备。下面我要讲一段的小故事来回应这样的经文。这个是巴克里牧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台南不会不知道了哈。现在学校课本都会教这个。他是我们所熟悉的信仰的伟人。他来台湾，在台湾奉献60年，在台湾办报纸、办神学院、办学校，关心弟兄姐妹牧会，帮助这些的同工。可是他一辈子不是说没有遇到困难的事情。他们这些外国的宣教师来台湾，常常被人家骂，被人家打，被人家泼粪，被人家放火烧，被人家赶来赶去，没有平顺的一天。是支持他一辈子的动力，却是他年轻的时候16岁开始所写下的这个 dedication 啊，我们很多人知道的献身文，回应上帝的爱。所以他的一生不是没有怀疑，也不是没有动摇。他最被我们知道的事迹，就是他代表这个府城的百姓去跟日本人讲和平的条件啊，然后进到这个
冒着生命危险，然后他的牧师娘去世的时候，也对他很大的打击。他翻译的圣经，我们到现在都还在用。那他的生命的晚年，他是中风去世了，所以中风很辛苦，坐轮椅，不良于行，很多的痛苦。是他每一年都在他的献身文上面签名，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一台就是台湾第一台的印刷机，我负责的历史档案馆，我们最近就在做整修，它已经可以再印东西啊，重新把它做整理。那他办教会公报，然后他编字典，无法想象的哈，年轻人他都要编台语字典，他的台语可能比我好，到现在都还在用台语的字典。左边是刚刚讲他翻译的圣经，有好几次面对危险，他翻译好的圣经差一点被在战争当中被火烧掉，感谢主还留着。右边呢是他的衣服，他的衣服有4个破洞，这里都有破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是说我们买来要割牛仔裤要割破洞，他每天都跪着祷告，跪在床前，为了弟兄姐妹，为了教会，为了他所爱的同工祷告。所以他的膝盖有2个破洞，手有2个破洞。他的晚年，这是他过世的葬礼的照片啊。中间这一张就是青年路，他们从青年路要转到现在的太平经教会要做告别式。这个是他葬礼的，很多人怀念他。最后他葬在这个地方哈。最早他是葬在那个三分子的墓地，就是在北区，在开元路那个地方哈的基督教的墓地。60年奉献在台湾，然后牺牲了他的生命，奉献他的生命来帮助台湾人。最后呢，因为日本政府要做都市的更新，就把墓地从打湖那个地方迁到现在的南山公墓，葬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他的献身文，都不晓得我16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回应上帝的恩典，每一年都在主的面前来签名，奉献他的心志。但是最后一年他没有签名，因为他在生日之前就过世。所以你看到巴克里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去回想，有时候上帝是一位用常理可以明白的上帝，但是上帝的旨意有时候更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你根本你没有办法。上帝是很大的哈，我们常常在讲，上帝创造宇宙，是不要讲宇宙了，上帝创造一只病毒就叫我们受不了了。上帝有时候超过你所想的，大到你所想的，除非你用信心去经历。就好像神学家齐克果讲的信心的纵跃。什么是信心的纵跃呢？就好像说你站在这边，你知道上帝在那个地方会接住你，但是你看不见，但是你仍然鼓起信心，你往下一跳，你知道上帝会接住你。各位弟兄姐妹，看见就不叫做信心了，看见就叫做什么？看见的东西就不叫做信心了。所以耶稣对多马说：“你看见才相信，但是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更有福。用信心的眼光所看见的那个看不见的相信，才是真的相信。你看不见上帝，但是你真的在经历当中，在神的爱的里面，你去经历他的同在，看不见的相信才是真的相信。用你的心去看。各位弟兄姐妹，信心的生活、信仰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不是都不会遇到事情，也不是像很多人在讲的那个信耶稣会怎么样。信耶稣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反而是在风浪当中，在困境的里面，上帝一步一步来带领你。他是阿多奈伊瑞，上帝他看见，他会为你预备。求主帮助我们在爱当中被神来充满，让你在信心的里面去看见上帝，上帝为你预备，用信心的眼光
去看见、去敬畏、去经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帮助我们来明了、来体会、来经历你超过所求所想。你是有看见的神，你为我们预备，在生活当中与我们同行。主帮助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像巴克里牧师一样，你坚定我们的心志，让我们与你同行，让我们在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经历你的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夸口的是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所夸口的富强，让我们的富是因为有你的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可以回应你的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的信心，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为主做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